就高问题，互人访问的时讲到郭台铭若想要选，就互伊选。今日参加活动的时，嘛互人问到相关的问题，咱做伙来听现主席详细的讲法。算太多了。啊，第一点哦，还是那样的，我不希望在恐惧跟台湾只有恐惧跟仇恨的选择嘛，是不是有一个叫希望的选项？是这样。还有一点是这样的，就是说，这常常这样嘛，考第一名的条件是第二名考得比你差嘛，所以就是说，在目前的这两个候选人，我们再想想看有没有一个第三个可能嘛？像你昨天有提到，就是在韩国，你觉得它很可怕，那你觉得可怕是在哪里？没有啦，我跟你讲哦，这种国政的东西还是不要开玩笑，它还是有一定的困难度，要有一定的准备的。韩国说他北上搭计程车的时候，计程车司机都说，现在大家都在看高雄，没有人在看台北。问题是市政也不是在做新闻而已啊，你要搞笑的话，找个什么如花的什么的，一样有很多新闻呢。所以你觉得他叠，所以你觉得他叠公文是在搞笑吗？那台北市都电子公文了，我们都电子公文，那个公文送太多纸本，他都会被我骂的。那表示这个我们现在异化都有算百分比的。你说它的可怕是难以形容的可怕，那你可以描述一下这个可怕是什么？就是不，人家说 reliability 可靠性啊，这都是 unreliable 啊。至少你还有提到，就是说韩国瑜他现在就是只顾自己的利益，所以放不下国际。有没有？我跟你讲哦，像他那个，哎呦，外公哦，他一开始在想说嘛，我出来选的嘛，他会是比较有机会获胜啊，想太多了啦。但其实人家在想的不是只有选举的输赢啊，那想的是整个台湾的整体布局呢。这个，所以他这一次他就猜错了。蔡衍明说你比他还要熟国台办，而且是你主动找上他，是这样吗？不是，说我比他熟国台办，这一定不可能的嘛。那卡达乌西瓦在。不过这样的，这样的，我第一次认识他是那个检议院带我去的吧。检议院说，人家那时候2014我要开始选举的时候，那检议院说什么那个《中国时报》也是台北市台湾重要的媒体嘛，所以要去跟那些大老板挨一下子。我说好啊，后来就检议院就带我去了，结果一去吧，人家就说什么他支持连胜文。哇，天平亚莫嘛，就要回来，就这样了。所以第一次见面是检验带我去的。那你当时候有说认识你3个月就会爱上你这样的话？没有啦，我说我们反正也不是坏人啊，对不对？我说我们如果认识我的话，就知道说，这个本性还不错。蔡衍明说他对你失望，最主要是因为你对两岸一家亲道歉，那你不一定有道歉过吗？没有啦，这个不是就是那个绿色和平电台那个排血事件，我就觉得很奇怪。我觉得在语义上，我就觉得用闽南话讲都没有问题，不是换成国语，大家会说是道歉，我就觉得很奇怪。那个原意就是说，他说我那时候讲说，你也听他委送，跟你讲排血，在闽南话这是蛮自然的表示，奇怪。后来反正媒体我不晓得，反正这个世界上是这样，常常媒体上传来传去，也不知道传成什么意思。你昨天说不要问鬼神，但其实你也去过那个苏仁宗那边去算过，而且你还算过2次。没有，我跟你讲哦，这就是他讲的。所以孔子说哦，子不以怪力乱神嘛，见鬼神而远之嘛，就是说，人家给你算，你也不能说不要给你算，他给你算，你看一看。还是我跟你讲哦，不要说不问苍生问鬼神嘛。我们一开始圣神，所以后来我就尽量躲避去接触他。就这种鬼神之事，你知道哦？我们不要那哪卖当场敢讲你这 gay 的现在又不需要吧，对不对？但是以后就见鬼神而远之，这是一个比较健康的方法嘛。有人说这是有心人士的操作，有人说这个消息被放出来是有心人士在操作。没有啦，是这个有心人太多了，就没办法。那你昨天到那个喜来登跟大老板吃饭是为了什么？没有啦，就是这样，他们那些大老板好像有固定的聚会嘛，轮流做东请客嘛。有时候人家说轮到谁做东的时候说，我这边掐起定来，就这样，就这么简单。所以是这样的哦，我不是只有反红媒或反绿媒的，像那个自由时报就是这样。要做这种影射的新闻，我写这个是这样嘛，也是有特定政治目的啊。那你觉得蔡英文摆脱不了新潮流？蔡英文摆脱不了。郭台铭还有王金平会
会共推立委人选？那其实我们应该是这样的，有时候我们会问他一些意见，说，你们好的人，也许会问他说，你们好的人选可以推荐嘛？因为我们这边也没那么多人了嘛。老实讲，要塞满34个真的不容易哦。这样帮我们讲一下好不好？蔡英文的部分，就是你批蔡总统，然后现在摆脱不了新潮流，你现在还这么认为？其实2018年那高雄选成这个样子，你知道吗？我觉得还是要有人负责的。什么我觉得我感觉按呢，如果都没有人负责，这实在赏花不明。这是我的看法。那也许他也没有办法摆脱的。那人就是依然无成绩，根本都不懂人家赖清德。好吧，这样讲。但是我觉得这样的，政治上还是赏罚分明，你知道有是非对错。你各种输啊呢，没人爱福建，那我安尼了。所以到现在还是认为陈菊要负责。不然是我要负责吗？不会吧？像你昨天文的台湾价值说的不够清楚。不是啊，他说什么？我昨天看的实在是啼笑皆非啊。他说什么？他的台湾价值是在落实是吧？在什么？拿出来念一下，什么在政策还是什么？对。那国两制反那个不是的，第一点如果说什么落实在政策，还有他的施政，那拜托，那我们每天盖公宅啦然后去推那个什么盖那个公共化幼稚园，难道我们没有在实现台湾价值吗？你的政策，你的政策第一个一个是按那个一例一休的年金改革的管中民啊、吴映玲，那这个是你的台湾价值吗？而且讲那个无效对不对？像你昨天欠你一个道歉，不是所以讲了老半天，他还是没讲出他的台湾价值是什么，我就听我的嘛所以你觉得小英欠你一个道歉吗？不是欠我一个道歉的，你每次在问人家台湾价值，现在人家轮到人家问你，什么是你的台湾价值是什么？你讲给大家听。那不能说，我的政策跟施政，那拜托，那我们每天在盖公宅，我们每天认真上班，难道我们就不是台湾价值？不会嘛？所以他现在这一张考卷还是给他不及格分数嘛？他还没交卷呢。小燕啊，不要抖了。你的台湾价值是什么？你就老实讲吧。像你昨天吃饭是以市长身份去，还是以党主席去？昨天吃饭谁做的哦？好来，谢谢。是采发局牵线的。好，咱拄则听到就是台北市市长郭文哲上新的讲法。拄则郭文哲嘛有讲到，伊接受平面媒体访问时，美总统蔡文讲针对咱台湾的价值无讲好清楚。另外，能源政策也有精湛计划，两岸的议题态度嘛无讲好明。下早行政院院长苏贞昌参加活动时有上新的回应，咱这回来关心。台湾话说，做个老官嫌个老烂，不过我们也虚心接受各界指教，但坦白平实的来说，蔡总统就任这3年多来，勇敢改革，并且努力的让台湾不但保持主权，跟台美关系也非常的好。27年来，我们第一次能够再买到新型的战机来保护台湾的安全。进一步来说，在很多的议题上，我们都看到，包括年金的改革也经大法官会议确认核宪，包括在整个福国利民上，今年我们看到最大的减税让人民有感，而也一再的推出最多的福利，让人民看见，并且让人民都享受得到。那各地各方面的建设都一再的推出，所以蔡总统领导国家一再的守住我们台湾各方面，并且大步向前。希望大家继续给蔡总统鼓励。这样比较一下，刚刚你提到蔡总统做了很多，那挺韩的名嘴是有提到说韩国瑜最近都做一些阿萨布鲁的事情。那我想请教院长，就您的观察，当您的你是他的算是长官，他这8个月来有做了什么关于市政或者是国政的事情吗？前几天白鹿台风来袭，韩市长就能一大早坐镇灾害应变中心，并且请你到各地看灾，停止了他的竞选活动，这就是很值得肯定跟鼓励的事情。我们多给他鼓励，让他多做一点值得鼓励的事情，其实是很好的。但院长蓝营的人不这样想，他们认为您是黑韩大将，一直酸他。我现在正在鼓励他。院长想请问一下总统啊，因为他前阵子有说那个购买纽约办事处
在他之前任内的行政院副院长任内的时候推动，那他后来说他记错了。但不过买纽约办事处的时候，您当时是总统府秘书长，您当时也有处理吗？我想，外交工作很不简单，要做决定，在当时的时空也都很不简单。那无论如何，这都是在上次民进党执政的时候做的。那蔡总统记错，也已经有跟大众及这个由前院长表致歉。我想这是很务实也很诚恳的态度。那另外一方面，外交也是一步一步一路走来，希望国人同胞大家一起来走正确的路，做正确的事，累积起来都是台湾的国力，也都是台湾能让世界看见做好外交工作所必须。不分哪一党执政，大家应该团结一致对外，才能拓展台湾的外交空间，才能让台湾在世界被看见，有一席之地。院长9月就要上路的。拄则听到就是行政院院长苏贞昌上新的讲法。另外，这方面同款嘛是上新的连续消息，要来关心台北市有一个店员，伊三声无奈铺文讲，伫咧世博一馆办活动，刷到了一个种鸟叫的人，因为试食牛肉无啊，就当场甲人勒。详细情形，赶紧连续记者张栋来查来了解。张栋。好了，主播观众，在这个台北市的世贸艺馆，你可以看到，在活动上的人是非常的多。不过呢，其中一名女顾客和一个牛排店的这个试吃店员呢，是不断发生口角，而且呢，女顾客还指着店员就直接大骂三字经，以及我就是要针对你。先来看一下当时的情况。好，这店员呢实在是忍无可忍呢，就在这一个网络上面来 po 文说，当时呢这个牛排试吃的活动呢已经结束了，然后呢这一个女顾客呢看到桌上的牛肉就想要拿起来试吃，店员就跟她说要等到下一场才可以再试吃，没想到呢这个女顾客就当场大暴走，直接呢就指着店员是不断飙骂，甚至呢还飙骂出来这个不雅字眼，不断的一直在当场呢跟店员发生口角的店员，你可以看到是相当的无奈，也在网络上面 po 文，觉得呢这根本就是遇到了娇姐，服务业实在是很悲哀。以上就是现场的详细情形，先把时间镜头交还棚内。多谢张董，继续要来看同款，互人讲真歹斗阵，这是社会事。计程车运将挑工要甲人客骑空，互民众讲实在乌空，互人跳。桃园一个查甫人伫路边砸一只计程车，要和厝内人做伙去桃园机场，结果上车了后，和运将咧搭喙鼓。伊讲一个到机场，运将真大力塞伊的行李，事后佫一直拖时间，想要加收钱。这个民众赶紧报警察，计程车运将才真唔甘愿，拢总摕27个10块钱的银角啊行李。这个运将嘛，互人表消息讲。过去就歹底路，捌甲人压车，互民众翕到。一台奥多摆徛向前，煞拄到一台客停车，一直咧逼车，害这台奥多摆差一点就要徛去对面的车道。没有必要这样子逼人家车吧？现在是怎样啊？主要是你违规。趁着等红灯的时间，希望驾驶莫过来逼车，煞换来对方一直咧歹声哨。这是发生伫咧今年初，一台客停车，红讲是挑伊哥咧逼车，想袂到才差不多半年，伊搁去用投诉。有民众讲，伊当时甲因厝内的人要去桃园机场，敢若讲一个所在，司机就真无耐烦。到机场了后，搁塞人客行李，搁较含的，明明跳表的价钱是615块，当时人客嘛有付1015块，要互司机来走。想袂到司机一直拖时间，表嘛无试停。等到警方赶到位的时阵，跳表的金额已经来到730块。经双方协调，这个计程车司机已经退还给这个乘客部分的车资。面对警察来处理，司机敢会当唔甘愿提出27个10块交予这个人客，至少10个以上都被他这样子刁难过。对，也有被骂哭过的。骂哭。事后，车行有讲，这个司机过去嘛有超收钱的记录，虽然大概拢有罚9000块，但是司机敢若是罚袂惊。这一遍佫互铺上网络，嘛互网友来讲，以后拢无要来坐伊的车。记者综合报道。
同款嘛是跟叫车有关的话题，有民众投诉讲用手机啊 app 伫咧叫车平台叫车，明明伫咧业者规定的时间来取消，煞收到这条和车主同款金额的小单。服务人员解释讲，这是预先的收款费，假使若是肯定这个信用卡还阁有效，就会取消这条金额。啊，若投诉的人讲钱拢一直也未退还予伊，叫车平台嘛无服务的专线，上尾头尾等3礼拜才收到退来的钱，讲实在足无保障。手镜头叮当一个叫车方便，可会当掌握坐车的信息。真侪人拢会用手机APP 来叫车，不过有民众投诉讲，伊叫车了后，第一时间来取消，想袂到平台也是该收车钱。APP 上面也是写说你的行程取消，所以照理来讲应该是不会扣到完整的金额。投诉的民众讲，进前用 APP 叫车，发现驾驶要搁12分钟才会到位，因为伊咧看时间，落尾就伫平台规定的时间来取消，想袂到煞收到一笔交易200块的通知，打电话过去问，对方煞甲讲这是信用卡的代新收款费。叫车平台业者嘛解释讲，代新收款费是要验证付钱的方式是毋是有效的，未真正甲扣钱。这款的机制，饭店业甲租车业定定拢会当看到，因为叫车平台无人客服务电话。投诉的民众敢会当透过 APP 传信息去问2届，对方拢讲会取消代新收款费。不过投诉的民众也是一直等到过尾3礼拜才收到对方退200块。我觉得很没有保障啊，因为你就只能被动的等他的客服人员来回复你。目前看起来是没有违反规定的。那叫车的平台，够像讲外送平台等等，大部分拢无人客服务专线，加上业者的总部真侪拢伫国外，真歹反映问题。民众若拄到消费的争议，就惊会找无人。目前的法规敢若有规定，线卖也是卖福地业者，有通讯也是访问交易业者，爱提供消费者服务专线。啊，若叫车的平台也无相关的规定，若是民众真正拄到消费的纠纷，上好甲相关的单仔留落来，去找消保官，也是消机会投诉。记者综合报道。上新的现场消息，赶紧要带大家关心，高雄市长韩国瑜下早主持市政会议，公开表扬7个摕到总统教育奖的人。咱做过来听上新的访问。摩天轮的说明会，这个月的月底会正式对外面来说明，在爱河上面，我们预计架设一个爱情摩天轮。现在国内外厂商好几十家都会来参加。我们希望在观光业低迷的时候，大力来推动观光。所以爱情摩天轮大家已经等了很久了，这个月的月底就会跟海内外的厂商来做说明。市长院长称赞你这个周末在高雄坐镇救灾，没有去跑选举行程。苏院长称赞你。苏院长 very good。好，再来。苏院长就说你说晶晶体会让美国人笑死。我已经说 very good。市长，我们隔壁说你怎么会有信心要选人来抨击，就说你其实装设了这么多的装潢费。这个我们都有说明过，好不好？一切都是依照规定来。柯 P 说你怎么会有信心要选总统？他是觉得很可怕。好，现在今天我们市政会有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就是反毒。我们要求每一个学校都要成立一个反毒的舞蹈团队，用跳舞、用戏剧、用演讲、用班级之间互相的演讲比赛，全面的来宣导反毒。我们感觉到学校里面的毒品越来越泛滥，所以要让不用毒品、不是毒品、不吃毒品的，才是一个好学生的感觉。那碰毒品的、尝试毒品的，绝对是一个被其他同学所看不起跟瞧不起的。我们要从每一个学校开始，那也要请社区跟警察局全力来配合。昨天我们3区合一的反毒，所以已经要求每一个学校都要尽可能成立一个反毒的舞蹈团，还有各种戏剧的表演。高雄市政府对反毒这一块，我们一定要雷厉风行，全力以赴，好不好？好，谢谢。郭董去算场。讲到囡仔安全，继续要来关心台中一间国小一个导师护士大讲啊，明知影这个囡仔有先天性的心脏病，佮叫囡仔走运动场，害这个囡仔歹喘气，上尾脑欠酸素变做植物人。将其尾这个士大甲监察院检举单迄校校长，校校讲这件代志去年5月台中地检署已经无起诉，今年佮再互高等检察署退回，校校会继续和士大交换意见，卖配合调查。走路行到真袂知，查甫囡仔伫运动场走2年了后，身体真明显出问题，想袂到转去教室了后，过无1分钟就死昏昏去，尾也因为大脑欠酸素欠伤久，变作植物人。他当时的心情一定是老师你在哪里？
老师你在哪里？如果他没有照护的能力，那为什么还要去执行这个动作？我小孩有心脏病，他知道为什么他那么的不在意。家长指控学校明明知影囡仔身体有问题，却无尽到监督甲预防的责任，也是互伊去走运动场。看卖查甫囡仔诊断书顶会写讲，因为正病心室的发育无安全，有心脏病等等的问题，袂当做强度伤强的运动。家长佫讲，早伫个代志发生的前几个月，查甫囡仔嘛有捌昏倒过，迄人阵就已经互诊断有先天性的心脏病啊。我对学校，我对老师是如此的信任。结果到最后，我的儿子活着只剩痛苦，他没有未来。学校回应讲，家长提出告诉了后，去年5月台中地检署决定无要起诉，今年佫一届互高等检察署拍回来。学校讲会佫继续甲家长讲配合调查，卖尽全力来协助囡仔刷落来医疗甲生活开销。那在5年级的时候，家长跟老师的交代是说，他不希望小孩子都不运动。希望能够适度的运动，这个在我们的不起诉说明书里面也都有相关的事证的陈述。他按事发之后几乎每天没有办法睡觉，他也是蛮自责的。这个事件到底是意外，还是学校无好好监督造成的疏忽？恐惊就要等到检察院的调查出来才会当知影。记者综合报道。搁再来关心过去国军阿兵哥的号码，拢互人警体讲是双失败。尤其是外口咧落大雨，啊那内底热甲流汗嘛，咧滴水，即嘛总算会当换新衫。因为陆军司令部今年7月换互志愿役阿兵哥新型的所谓兵仔衫的号码，或者官兵会当穿甲搁较舒适，功能性嘛搁较侪款，会当变做塑胶篷布，咧内底过暝。风台造成灾情，救灾时阵定拢会当看到阿兵哥，毋过你敢有注意到阿兵哥穿的号码，甲普通的敢若无啥共。陆军伫7月底换新的号码，花草为本来的草仔色改做所谓迷彩，布料的部分嘛改用冻水通风布，改善过去内底外口拢会淡气的缺点。常常在穿旧式雨衣的时候，会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都会搞不清楚里面到底是雨水渗进去呢，还是自己的汗水。原本内部的透气也是2级，现在内部的透气也到达4级。像我现在穿的呢，就是国军最新型的数位迷彩大衣式的雨衣，它的透气度比较好之外呢，它的防水性也大幅提升。水倒落去，水干那流伫表面，甲旧型的比，真正是天差咧地。新型的号码拢总有3种，分作军官、士官穿的大衣型的号码，塑腰为较会冷气的钮仔改做会当卡条的。另外，阁有互阿兵哥活动较方便的，一领爱1622的2领式的号码，衫机的两边有夹裤，方便阁通风。另外，后壁的陆军反光标识嘛会当收起来。执行救灾的时候，必须要反光识别。我们可以将陆军从我们的收纳袋拉出来，红叫做小飞夹的2用式的号码，2领号码甲텐开，溜啊溜起来，各会当用来搭布棚。第一个可以当做雨衣来穿着，第二个在野战在符合我们作战需求的时候，它也可以做一个急造式的一个帐篷，它可以防雨防风。国军新型的号码设计真特别，上重要的是穿起来爱舒适，才会当互阿兵哥更有战力。记者综合报道。赶紧插播上新的消息，鸿海集团的创办人郭台铭到底敢会参选2020年总统大选？伊的办公室下早发声明，讲这件代志郭台铭当日咧思考，伊的核心的幕僚嘛出面回应，咱做伙来听上新的讲法。郭台铭先生跟郭守正先生从来也没有对外有提出这样子的相关的评论，而且从来对于换瑜这件事情也没有期待，所以也没有等的问题。相关的报道纯属臆测。那你说时间点的部分呢？我们大家都知道9月17号是 Daylight， 所以郭先生目前为止都还在慎重的思考当中。那有委托宣明志宣副董来研发这个连署的 App 吗？对于 App 这件事情，其实我们一直都没有对外发包制作哦。这件事情必须要慎重的澄清，我们一直没有对外发包制作。但是如果有一些粉丝或者支持者，他们自动自发要做，这边部分我们并不清楚。没有对外发包，意思是说团队确实有这个构想。团队确实有这些构想，其实就像郭董要不要
参选这件事情都还是在慎重的评估啦。那你说未来的联署方式是什么？其实这也是在评估的方向之一。这评估的点是什么？其实会想很多事情啦，就各个面向很多。我们考虑到台湾目前的局势、国际间未来的局势，还有这个郭董郭先生他出来是不是真的能够为台湾带来一个解决的良方，自己能够解决到什么样的程度，是不是能够提出更好的对台湾人民的未来有些帮助？我觉得这任何一件事情都是他思考的重点。怎么跟柯共组团队公推立委也是考虑的点吗？目前我们真的没有谈到这部分耶，所以也并没有说由柯市长来负责空军，然后王院长负责组织陆军，这些事情没有讨论。对，是真的没有。那评估有没有一个时间点，例如说是中东回来之后？刚刚有提到了，主要是9月17号都是大家知道的 deadline， 在这之前，郭先生一定会慎重的思考。为什么会说脱党是不存在的议题？可是如果郭先生真的参选的话，那他势必就是不可能是第2个国民党籍的参选人，那不就是脱党吗？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说，我们思考的方向就是我们要用中道的力量，然后让中华民国能够赢。然后呢，让人民能够在2300万人民在未来能够过到更好的生活，在经济上能够有更好的出路，甚至于说重振国民党的党魂。那这些都是我们思考的方向。所以这个脱党的议题，就目前为止并不存在。但是参选还是在选项之内。我们已经讲了，9月17号就是 deadline 嘛。那郭先生在慎重的考虑当中。重振国民党魂，可是因为他目前还是如果参选的话，是不是就是跟国民党势必会有摩擦？那怎么开除党籍？对。所以我说，思考的方向要从整个中华民国来看。那如果说既利当即天下利，以国民党的角度来看的话，就会变成说我们还是在这个党的框架里面。那如果说从中华民国的角度来看的话，就要看说怎么样做是对台湾最好的。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就不会有脱党这样子的议题了。那他目前有跟任何党中央的人，比如说吴主席，有谈论过这部分的事情吗？有见面了吗？或者是有透过什么样的管道讨论这件事情？目前没有。因为周刊内提到说，就是亲王人士说3个人的合作已经在收尾了。那想请教823之后3人是不是有见面，还是说幕僚有代为谈一些什么事？我之前有提到，我们幕僚一直保持得很密切而且很顺畅的沟通，但是对于这些周刊报道当中都是臆测，我们并没有提到说相关的职务分配或者工作分配。不是，想问一下，昨天塔罗牌、扑克牌那件事情爆出来，后来郭董有在脸书上面写到说，可能是有心人士流出，那是不是担心说有心人士操作可能迷信啊，或者是这样，会有这样的担心吗？我们应该这样讲哦，其实我们基本上每个人就信仰是保障的自由嘛，那其实每个人有信仰是一件好事。郭先生他本身有信仰，但是不迷信。那这件事情昨天也特别强调，就是一个很热情的粉丝见面会。那这个粉丝因为本身他自己身体不好，很希望郭董能够见他一面，我们也就去了。去的时候带了大概30分钟左右。其实整个过程是相当温馨。我们其实也真的不知道为什么照片会流出来，所以在这里也要特别强调一下，对于这个粉丝的热情，我们很谢谢。但是也希望说，这种照片或这样子的传言，不要再加油添醋，也不要穿凿附会。人有信仰是好事，但是不要迷信。昨天您好像有在节目上面提到说，郭董听到严清标董事长的一些发言，有一些感慨，可以帮我们说一下呢？对，就是其实他跟严清标算是旧交了。那昨天也特别提到说，在周大观基金会的时候，在颁奖的典礼当中，他们都是好人好事的代表。那严清标就坐在郭先生的旁边，郭先生当时也相当讶异，说：“怎么会看到严先生这样子？”那严先生又说，因为他那时候在服刑的时候存了一笔钱，所以他把这笔钱呢捐出来做善事。郭先生觉得这是好事一桩，也因此开启了2个人的见面，然后友谊之缘。那接下来呢，这个严先生的参选立委，在2011年的时候参选立委那一次，郭先生也献出了他帮他站台的处女秀，他人生的第一次辅选站台就是献给了严清标。所以呢，这一份旧情其实郭先生一直感念在心，2个人的交情一直都还是有的。那接下来严宽恒先生当选立委之后，到立法院去这个当立委的时候呢，他们就觉得说应该在财报啦，或者是科技啊、产业界能够多了解，所以严先生就拜托郭先生说，是不是可以让他的儿子到这个郭先生的办公室去当个助理，就这样子当了2个礼拜的时间，然后就严先生就先
离开了。那郭先生也说没关系，因为他也算是这2个礼拜时间也算是门生了。如果说呢，这严宽仁先生在选立委的过程当中有需要郭先生来帮他站台，他也相当愿意。就严家望恩哦，我们没有这样说，对，这就是跟这塔罗牌有点一样，就有点穿凿附会跟加油添醋了，也不要无限上纲跟扩大解释。院长怎么看？说民调现在领先就是韩国瑜以及蔡总统，那其实基层劝进声不断。所以说这些声音哦，郭先生都听见了。所以这些声音在广纳大家的意见，集思广益之后，我们也会慎重的来做思考跟决定。所以刚刚也特别提到了9月17号是 deadline， 那这段时间让郭先生再好好的思考一下。现在还是有很多产业界跟财经界的大佬在劝进郭先生吗？他有提到这件事吗？应该是说很多产业界跟财经界的大佬，他们都非常支持郭先生，尤其是郭先生的理念，还有为台湾好、为台湾做事的这一块，是相当受到肯定的。我们看那个蓝营青年酝酿在挺郭董。蓝营的青年，对，青年军。青年军有吗？有这件事吗？我们不晓得。是这样子，昨天应该我们执行长特别解释过，就是永龄基金会其实很需要这些新血的加入。那就于会务上的运作，或者是实际上以后会务跟政治之间的连接，我们都需要有人来帮忙。那这一部分我们也觉得他们是相当优秀的人才。郭董一直以来就是惜才爱才，所以也希望能够把这个平台更加的扩大，让更多有适合的年轻人来发挥。另外，最新的消息继续要来关心花莲有假雷风。昨下晡4点钟，有民众伫咧花莲六石石山往这个地上的方向一个看，发觉一粒假雷风有够大，为天顶到涂骹夹入咧2粒山，看起来真愤慨。敢若看上少都有10外公尺外。互现场的民众大家都目睭金金看。另外，有人讲耍笑，惊讲假雷风未收山。搁再来关心同款是下早上新的消息，新北市有来一个姓简的查甫人，昨带6岁慢囝来到南市溪溪边掠鱼，结果后生就安尼失踪去。搜救人员下早继续咧找人，详细情形连线记者张培珠来查来了解。培珠。好，各位观众持续来关心乌来福山失踪一案。昨天下午，一名6岁的简姓男童，他陪同爸爸来到这个卡拉摩基山这边来钓鱼，但是没想到呢，疑似发现了落水失踪的情形。那么经过昨天一整夜的这个搜救哦，那么今天早上呢，搜救人员一早还是集结在这边，要继续来展开搜救行动。我们先来听一下爸爸的说法。希望他是，就是应该对。可以看到，爸爸面容是相当的憔悴，非常的难过。希望呢，今天赶快能找到自己的儿子哦。那么呢，爸爸也说了，当时候呢，他在一旁钓鱼，还叮咛儿子说不要乱跑。但是没想到，一个转眼呢，儿子呢就突然不见了。那么赶快来报案。那么搜救人员呢，昨天经过这个搜救之后呢，都没有找到这个男童。那么今天持续的来进行搜救，包含呢，他们分为5组，从上游一路到这个蓝沙坝都要来仔细来搜寻。那么其实呢，这名简姓男子他是有3个孩子的，那么其中呢，大女儿她在去年的时候呢，也是在这个地底落水处不到50公尺的地方，一样是落水。经过4天的搜救呢，这个搜救人员才找到他的遗体。那么呢，这回呢，弟弟在今年同样在这个南势溪来落水。其实呢，警消他们也会在这个14.5，也就是当时候呢，找到这个他大女儿的地方呢，来进行一个比较详细的搜救，也是他们的搜救的重点之一哦。但是呢，连续呢2年发生这个自己的孩子落水的情形，那么这个爸爸其实是相当的难过。今天一整天也都会陪同这个搜救人员要来进行搜救行动。那么可以看到呢，一早的时候，搜救人他们都已经集结完毕，要来进行详细的搜救，希望能赶快传出好消息。以上就是我们掌握的最新信息，先将时间交还棚内。多谢培珠，上新的业界消息要来关心，为了要庆祝中秋节，中国大陆央视宣布，伫咧新历9月13暗时8点要办暗会，其中台湾第一马导林志玲和因翁阿基拉头一届做伙上台表演。林志玲6月嫁予日本天团凤龙兄弟的成员阿基拉，这届翁阿某是头一届做伙上台，和大家见面，和真侪观众拢真期待，到底2个人伫咧台顶安怎互动？相信大家嘛一定目睭珠珠上。
同款嘛是艺界人生、艺界消息，歌戏国宝杨丽花上新的作品《忠孝节义》伫要正式上场。老早伫咧民国61年，杨丽花就加入咱台视歌戏团，因为剧团的服装上盖新，也个剧情斗打甲把，音效果嘛真老，请真侪观众伫咧欣赏。伫这段时间，杨丽花的代表作品用10支酒青头啊、卡青头啊，就算袂了。像讲其中牛300伊祝英台，这个戏剧拢互人学了解得知。杨丽花歌戏头尾让16年，佮转来咱台视和过去团队合作，挑战新戏《忠孝节义》，还未上场就已经成轰动。敢阁会记得，伫咧47年前，台湾电视公司为着要发展民间的艺术歌戏，找来当时歌戏的小生杨丽花，也有其他歌戏底演员，共同来做台湾电视联合歌剧团，更加杀出杨丽花歌戏。参照这出《牛三拍》甲《祝英台》，都是歌仔戏国宝杨丽花甲柯秀年来携手演出，是真感动人的爱情故事。也有这出歌仔戏，剧情是有笑嘛有目屎。啊，多一工5半，我来讲哦，这团内底哦，上届出名就是迄个小段。歌仔戏的国宝杨丽花，当时毋但创下真侪代表的作品，就连收视的成绩嘛是真好。因为安尼，杨丽花甲台视幕后的团队是真密，合作的关系是真好。如今已经过了16年，双方搁再来合作，要推出《忠孝节义》，要伫9月来放送。他觉得台视有很多人才，那因为这个元素，所以他也有这个动机，才想再做这部戏。一句话，大家都知道我要做什么，就省去了他很多他想要做，然后可能跟别人沟通做不到的。合作的关系真好，真密，佮加上新的制作方式，杨丽花要带团队来开创新局面，要让观众看到新的歌仔戏，嘛要让歌仔戏佮再来流行。记者综合报道。休困一个广告了，继续要来看到澳洲大宝达好药的工课做了愈来愈好。我是警察。你真是一群白痴！不要再联络了，那2个鬼，我还跟他联络干嘛？我可以等，观众可以等吗？拿了那么多钱，你干嘛还这么辛苦卖鸡饭呢？闭嘴呀，八婆！我都50多岁了，我拿什么还别人钱？对不起。8月30日起，每周5晚间10点，台视频道，你那天怎样，我这边 OK。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皇上妹真的知道你对他付出什么吗？肚子痛。那你这样还能参加比赛吗？我很好，那你呢？做什么代志，确定清楚明了，安尼就好。你唔后悔可能后悔呢？每周1至周5晚间8点，《女兵日记》语义报道。感谢惊喜倒立机冠名播出。每组2次机会，需用单手抓住从管子内掉下来的鸡蛋。预备，3、2、1，放！哦！哇！有没有？而且没破，而且没破。你是我不知道，我就是抓得过来。大家问千万字，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摆一字。今仔日要来甲大家小解这字，就是精。精本来意思是讲用柴箍甲切来壳烫掉，像咱讲精米。另外，这字精也佫有拍弄木的意思，像讲用别人的拳头宝来精石狮，代表讲借别人的气力来赚家己的利益。带大家做伙来小解2个词。头一个就是拄则讲到精米，也就是用柴箍甲切来壳烫掉的意思。第2个词相精会当讲是2个人相拍，嘛会当讲是相弄的意思，像咱讲2台车相精，就是2台车相弄。咱用一句话来举例，甲这2个词夹做伙。譬如讲，囡仔参加趣味比赛，先洗衣裤啊，再去精米，上尾一个无洗哩，2个人煞相精，互现场的气氛变甲更加趣味。今仔日小解这一字精提供互大家来参考。继续是要来看到，这是澳洲的大宝达，即马服务的工课愈做愈好。
海面嵌一烟铺色的物件，拢看袂到海水。一对澳洲的男女朋友16号伫太平洋看到这个特别的光景，迄当阵因驶船要去斐济，斟酌甲看才发现，原来这的拢是普礁，上大的有篮球这么大，因用6点钟到8点钟的时间，才通过规片拢是普礁的海域。Michael came in and said, "Liz, you've got to come out and see this. It's crazy." And yeah, it was dark, so we just were shining the flashlight on it, and the whole ocean was sort of matte. It was just like gravel. 这片普礁的面积有150平方公里，差不多有纽约曼哈顿这大，超是2万的卡球场这宽，也就是比半个台北市更加大一点啊。普礁是火山爆炸了后流落来物件，顶下有真济真细坑，原来是因为2礼拜前伫东加附近的海底有火山爆炸。And when they travel across the oceans, marine organisms can latch onto them. So you'll see corals and marine sponges and algae that travel with the pumice stones and will eventually end up on the shores of Australia on the Great Barrier Reef. 这片亲像地毯的普礁，预计未来7个月到12个月，会甲真济海洋生物做伙流去澳洲的东海岸，变作大波大的救兵。专家讲，这是大自然家己恢复的其中一个方式，平均5年就会发生一届，搁一届，互人体会到大自然真正是真神奇。记者综合报道。休困一个广告了，食饭时间，手热菜要带大家来食古早味的牛肉面。是警察！你真是一群白痴！不要再联络了，那2个鬼还跟他联络干嘛？我可以等，观众可以等吗？拿了那么多钱，你干嘛还这么辛苦卖鸡饭呢？闭嘴呀，八婆！这50多岁，我拿什么还别人钱？对不起。8月30日起，每周5晚间10点，台视频道，那天怎样，我这边 OK。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皇上妹真的知道你对她付出什么吗？肚子痛。那你这样还能参加比赛吗？我很好，那你呢？做什么代志，确定清楚明了，安尼就好。你唔好后摆可能后悔呢。每周1至周5晚间8点，《女兵日记》语义报道。感谢惊喜倒立机冠名播出。每组2次机会，需用单手抓住从管子内掉下来的鸡蛋。预备3。欢迎继续来到新闻的现场，食饭时间手热菜，赶快要带大家来食无同的手热料理，要来食这是古早味的牛肉面。牛肉面的汤头加上真大块牛肉，搭嘴拢会当食到无同的口感，真紧就规碗拢糊了了。我点的是半斤半肉。然后因为它的肉很 Q 弹好吃，然后汤头很到底。最近这几年呢，回去海南岛给看父母啦，就顺便带回来故乡的这个农产。台湾买到一般都是胡椒粉，胡椒粒市面上比较少看到。再加上因为我们这个出产的那边充满了阳光哈。原来45岁黄良栋是伫中国海南的文昌市出世的。细汉时阵缀做军人的外公，伫1990年代初期到台湾发展。那时候年轻也贪玩，想说时间书读的差不多就好，因为能考得上就可以了，也不需要说没有到全心全力啦，所以没有考得很理想。联考考不掉，就听朋友的建议，行甲外公同款的路。去报考军校，军队的生活维持超过20年，经济稳定了后，就开始思考家己到底想要过什么款的人生。尾就决定家己出来创业，卖家己上爱食的牛肉面，搁去甲朋友学做料理。这也是个不错的挑战，没接触过做生意这个产业，然后再加上这个饮食，我们觉得。好像把东西弄得很好，让客人吃得很满意，好像也是一种成就感。黄良栋做任何代志，拢是全力去做，做甲上好。因为拼过去就是你的，这句话对做过兵的人来讲，可能拢真实。这其实嘛是外公一直咧教伊的人生的道理。
他说我们做学问啊，好像打石头一样，当你打1锤、5锤都纹风不动，可能你要打到10锤，那个石头才会裂开。当时我们只是把阿公这个想讲的话啊，随便听听了，也没有很用心。到后来的生活当中，我们才慢慢发现说，很多事情的坚持才是成功的一个，就是达到目标的一个很有效的这个方法啦，没有其他的捷径。黄良栋讲用伫卤牛肉顶的嘛同款，用大火肉真紧就会软，毋过真后散气味嘛会走去，就要用歹的火来卤，肉才会卤甲香个甜。伊脚踏实地要伫第2个故乡台湾，感受人生的各种滋味。记者综合报道。我是警察。这是一群白痴！不要再联络了，那2个鬼还跟他联络干嘛？我可以等，观众可以等吗？拿了那么多钱，你干嘛还这么辛苦卖鸡饭呢？闭嘴呀，八婆！这50多岁了，我拿什么还给人家？我对不起。8月30日起，每周五晚间10点，台视频道。那天怎样，我这边 OK。感谢大成保金冠名播出。皇上妹真的知道你对她付出什么吗？肚子痛。那你这样还能参加比赛吗？我很好，那你呢？做什么代志，确定清楚明了，安尼就好。你我后摆可能后悔呢。每周1至周5晚间8点，《女兵日记》语义报道。感谢惊喜倒立机冠名播出。每组2次机会，需用单手抓住从管子内掉下来的鸡蛋。预备，3、2、1，放！哦！哇！有没有？而且没破，而且没破。你是不是？我不知道，我就是抓就对了。你有点心虚，你要干嘛？精疲力尽。你知道没有让我抓到第一个动作是什么吗？周六晚间8点，综艺三国志。感谢福尔血糖机冠名播出。直击火山熔岩，聚焦滔天海啸，挖掘史前考古僧密，钻研先进太空科技，登上喜马拉雅山之巅，深入婆罗洲热带雨林。我们关怀脚下这片土地，也心系身处的蓝色行星。6年2190个日子里，踏遍3大洲7大国，飞越45069公里。探访台日7座博物馆，透过科技让标本活起来。得奖的是惊喜博物馆，国内唯一电视台坚持100%自制科学节目，台视带您拓展视野，展开一场科学冒险。一位名叫听英的大夫，百姓拢称呼伊听神医。听神医，假使以后若有啥物困难，你一定爱找我，我是义不容辞呀。法部下。不能错，全部出气。小心，若要保住就是孤零嘛。皇上妹真的知道你对她付出什么吗？她真的懂吗？肚子痛。那你
这样还能参加比赛吗？我不怕苦不怕难，可以了。我很好，那你呢？提醒讲你家己咧做什么代志，家己清楚明了，安尼就好。你唔好后摆放咧后悔呢。每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女兵日记》女力报道。感谢欣喜倒立机冠名播出。这毕业证书是伪造的吧？你到底做了些什么？我现在根本回不去了，这都是你害的。你不是说你没有深入到底去找一个证明你是清白的？你去跑那个银行有什么影响？我相信你，我相信你是无辜的。起来！你们永远都找不到皮卡的，你永远都会被他踩在脚。那快去找一下！我发誓，我一定会找出那个盗离案的主谋。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黄尚妹真的知道你对她付出什么吗？肚子痛。那你这样还能参加比赛吗？我很好，那你呢？做什么代志，家己清楚明了，安尼就好。你唔好后摆放咧后悔呢。每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女兵日记》女艺报道。感谢惊喜倒立机冠名播出。每组2次机会，需用单手抓住从管子内掉下来的鸡蛋。预备，3、2、1，放！哦！哇！有没有？而且没破，而且没破。你是我不知道，我就是抓得过来。你是不是有点心虚？你看到吗？精疲力尽。你知道没有让我抓到第一个动作是什么吗？周六晚间8点，综艺三国志。感谢福尔血糖机冠名播出。是警察！你真是一群白痴！不要再联络了，那2个鬼，你还跟他联络干嘛？我可以等，观众可以等吗？拿了那么多钱，你干嘛还这么辛苦卖鸡饭呢？闭嘴呀，八婆！这50多岁了，我拿什么还给人家？我对不起。8月30日起，每周五晚间10点，还是频道。那边怎样，我这边 OK。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黄尚妹真的知道你对她付出什么吗？肚子痛。那你这样还能参加比赛吗？我很好，那你呢？做什么代志，家己清楚明了，安尼就好。你唔好后摆放咧后悔呢。每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女兵日记》女艺报道。感谢惊喜倒立机冠名播出。每组2次机会，需用单手抓住从管子内掉下来的鸡蛋。预备，3、2、1，放！哦！哇！有没有？而且没破，而且没破。你是不是？我不知道，我就是抓得过来。你是不是有点心虚？你看到吗？精疲力尽。你知道没有让我抓到第一个动作是什么吗？周六晚间8点，综艺三国志。感谢福尔血糖机冠名播出。好酒伫网底看戏看人底，新闻上尾要来欣赏墨西哥传统音乐之都瓜达拉哈拉办闹热的音乐节，邀请全世界拢总25个乐队，大家做伙来斗闹热。新闻上尾的插台做伙来欣赏，感谢你的收看，我是郭怡中，祝大家平安健康。所以大家继续收看咱台视中道新闻。是警察！你真是一群白痴！不要再联络了，那2个鬼，你还跟他联络干嘛？我可以等，
观众可以等吗？拿了那么多钱，你干嘛还这么辛苦卖鸡饭呢？闭嘴呀，八婆！都50多岁了，我拿什么还给人家？对不起。8月30日起，每周五晚间10点，台视频道、AT&T